喂，喺多倫多嘅你就算冇見過呢啲 post，都有睇過呢啲新聞啩。多一條片話你知點解多倫多個市跌到叭叭聲，仲有專家話俾你聽，依家入市係咪啱嘅決定？2025年尾 GTA 樓價去到2021年新低位，成交量仲去到25年嚟嘅新低啊！最根本原因借錢變貴咗，以前利率低，買家可以借到好多錢，可以出高價買樓。呢間我全都要。而家利率高咗，同一個人借少咗好多錢，然後買家變少，因為供樓變貴咗，所以有人買唔起，有人唔敢買，有人等跌先至買，咁所以成交自然就跌咗啦。同時供應反而多咗，樓市好嗰陣起嘅樓呢，啱啱先落成，另外業主啦、投資者啦又驚未來會跌，又驚供唔起，所以嗱聲咁樣放盤啦。咁即係點呢？試幻想市場上有100間屋，但得40個買家。買家自然就慢慢揀，慢慢壓價，咁所以最後連樓價都跌埋啦。咁係咪即係而家可以入手呢？幫你問咗專家啦，建議嘅價錢咧唔係唯一一個標準啦。咁好多時候都要根據每一個人實際上嘅需要同埋實際上佢嘅財政狀況去做一個決定嘅。佢建議準買家購買前留意呢幾個財務因素：信貸評估評分325以上咧就視為唔錯嘅，760分以上視為非常之好嘅。咁你要有個概念，你嘅信用評分係幾多，咁啊借到幾多錢？借貸情況同穩定度。其他嘅借貸情況，例如學生貸款啦、車貸，每個月呢啲貸款會佔用你收入嘅幾多比例，都要做翻一個計劃。其他同房價相關嘅支出，收樓嘅費用啦、律師費啦、保險嘅費用啦，一次性嘅維修費都要考慮係你嘅支出。我哋 TD 都會有一個計算機嘅，當你擺落去一個想借嘅數額，佢就會好清楚嘅話俾你知，按照嘅年限咧，你每個月嘅供款係幾多嘅。咁我哋好多時候咧就會建議好多準買家咧提早了解下呢個情況。